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七股的龙山社区，最近出现一项真特别的小食面——蚵仔珠宝鸭，是甲臭豆腐切开，内底放泡菜、糯米，加上在地生产的蚵仔，这充满着海味的珠宝鸭一杀出来，引来真侪游客。 台南七股龙山社区拢咧推动农村的再生，希望讲会使从传统的渔村转型，带来新的商机。龙山社区是以饲蚵仔为主，游客到七股去耍，一定袂错过当地蚵仔料理。最近的社区就出现一项真特别的美食——臭豆腐搞蚵仔，大家敢有食过？这个物件的时阵哦，最近会使讲哦，伫咱龙山山了遮吼，会使讲是一真罕的物件。 臭豆腐煎好了，甲切开，内面底泡菜、海菜，搁在地生产的蚵仔，搁南地的头家娘特制酱料，充满海产气味的珠宝鸭肉就完成啊！然后就结合我们里长自己养的七股细虎鲜科，然后还有泡菜，还有韩国的芝麻海苔。 这种创意的珠宝鸭肉，即马变成七股龙山的特色。那在地人爱食，有真的游客拢专工来试看卖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